王敕令稷下生，收服南延归正宗，来往照下真言咒，传下当来大藏经。因而刹女常持念，邪神不敢来近身。此念一遍神通大，此念两遍得超生，此念三遍神鬼怕。魍魉邪魔化为尘，修持劫内寻路径，念起真言归佛令。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首，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回向文：弟子姓氏姓吕，请各报自己姓名。姓氏沈姓氏一华，邻离乡，愿将以上诵经功德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回向于李土火前显，回向于李土火前贤，祈请弥勒古佛、祈请弥勒古佛、地藏古佛、地藏古佛、济公活佛，济公活佛，调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调解患者与他所有情众生无形大德的恩怨，无形大德的恩怨，令其解冤释怀，令其解冤释怀，令其减轻病魔折磨之苦，令其减轻病魔折磨之苦，令其身体得以早日康复，令其身体得以早日康复，令其身心健康福慧增长。令其身心健康福慧增长。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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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